其實大家知唔知，如果鐵膜唔中伏、唔鑊氣嘅秘密係咩啊？我而家就俾大家睇下。點啊？睇完呢部做完8個月先翻嚟第一次 touch up 嘅 Porsche 997，同埋啲 touch up 位嘅 before after 有咩感受？而鐵膜唔中伏、唔鑊氣嘅秘密就係